续来到屏东的东港，嘛是因为年度大漏水的关系，有不少的所在，今仔日也是海水倒激来出大水，大路变溪路，人家厝雨水灌入去。在地人讲，已经连续3天了，实在真无奈。也毋过嘛出现着趣味的画面，因为东港卫生所头前的大路、新生山路拢来积水，有一个可爱的阿嬷塞一台讲下做撑啊鱼车，热心来推塞着民众去上班。有几来上班族都跍伫这个车顶，互阿嬷塞入去这个水管厝，现场拢是笑声。暗时啊，上新闻了。大家笑嗨嗨，这几个上班的人就直接坐在咧乌土路的塞车顶管，和阿嬷塞入去东港的卫生所。阿嬷你真勇敢哦！一批材料个塞后一批，搭餐像是看车共款。受到年度大漏水影响，让东港卫生所头前嘛积水，有一个阿嬷真热心，塞民众去上班。塞过。实在找到这个阿嬷，阿嬷讲是烦恼在上班的人，会会雨水浸甲淡笃笃，才会斗3工载人客。啊，哥嘛无法当了水，啊，我就讲我甲你塞安尼，会歹势，我讲袂要紧啦。不过个大漏水是继续影响屏东，东港镇的东经理今仔日一透早也是出现海水倒灌，车路因甲类似是溪水共款，有民众机车吊车，敢会当用牵的。车一经过积水就转起来，甚至搁灌入去主体内底。大漏水已经第3天，民众是真无奈。几10年慢慢安尼啊，这2年啊，甲今年安尼，到今年安尼。另外，伫新生之路水嘛是淹到骹目，无论是车辆也是过路人，拢敢会当撩水来行。当然，加油站嘛共款淹水。到了16、17、15、这个拢来。延平路规条车路嘛拢浸水，居民伫咧门口口蹲沙包，有面体去雨水灌入去，不少的家具拢浸伫水内底。民众敢会当勉强用抽水的泵浦尽量排水。阮遮是地基拍无悬啊，所以上低算上低，阮遮淹水上惨。年度大漏水，后屏东的东港这3天，骨力一所在海水倒灌，民众嘛表示，安尼积水情形，真正是北洪灾了后罕见的景象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